大家傾一傾，都係傾翻曼聯嘅領隊艾摩連。尋晚曼聯作客輸俾賓福特，曼聯個整體表現，我諗都唔需要我多講啊，大家都睇到啊。唔似一支訓練有素或者戰術部署有準備嘅球隊，其實呢幾句嘢已經包括晒曼聯尋日嗰個表現。而有冇留意到呢？即係好多時球隊踢緊波嘅時候呢，場邊嘅領隊呢，一路咁樣諗辦法啦，又有好多又會同教練團隊喺側邊呢傾下啲戰術啊，用戰術板啊，傾下啲戰術，咁一路傾，睇下有冇啲咩可以即時作出一啲改變。但係尋晚嗰場波，阿摩連再次出現一個動靜，就係踎咗喺度望住地下，即係好似感覺，我自己覺得啦，好似放棄咗，即係唔知點算好啊！艾摩連同曼聯嘅合約其實有個條款嘅，就係咧上任一年期間，如果艾摩連被曼聯炒魷啦，簡單嚟講嘅話，要賠錢，賠嘅錢都唔細嘅，據聞係1200萬英鎊，即係億幾嘅其實啊。